嚟緊 Sephora 又開始做 sale 啦，一齊睇下有咩好買。如果你想做到一個 glass skin 嘅底妝，一定要試下呢支 Glow Recipe 嘅 serum，質地夠保濕但又唔立，仲有好香嘅西瓜味。搽完佢皮膚已經好似即時飲爆水咁。如果你係乾淨皮膚，我諗你一定會中意 Hourglass 呢支 Skin Tint，質地好舒服，好保濕。雖然佢冇乜遮瑕度，但佢嘅均勻膚色效果非常之好，俾人嘅感覺就係本身你皮膚好，而唔係化咗妝。比較嚴重嘅瑕疵，我就中意用 Tarte 呢支遮瑕膏。呢支我真係用咗好多年，佢質地夠保濕，有遮瑕度，夠持久，有黏度可以黐住啲皮膚，所以遮咗瑕疵之後都唔會咁快走翻出嚟。Rare Beauty 同埋 Sephora 呢兩款都係我好中意嘅修容棒。Sephora 嗰支顏色會再偏灰啲，如果你皮膚好白淨，可以揀翻 Sephora 嗰支。我上面呢支已經係 Rare Beauty 最淺嘅顏色，佢哋嘅質地都係超級順滑同埋好易 blend，咁先可以做到一個自然又貼服嘅修容。Sephora 呢支做鼻影都非常自然。仲有呢個 Rare Beauty 胭脂，佢係 Mochi 嘅質地，上面完全冇粉感，好顯色，好易 blend，好推薦入手一個。係啊，又係 Rare Beauty。雖然呢個高光真係好易碎，但係佢上面嘅效果真係太靚同埋太閃。你放喺邊個位，嗰個位就好似着咗燈咁。當啲客用親呢支 Sephora 嘅 lip gloss， 好多都會問我係咩牌子。用完佢個嘴會即刻脹卜卜，夠滋潤但又唔會覺得好笠。75折咗之後100蚊都唔使。最後一定要介紹埋呢支 Super Good 嘅防曬粉，就算化咗妝都可以補防曬。佢嘅粉質都算幾幼細，出粉量都平均。有時我會直接當埋做定妝粉，有唔同顏色選擇，又有替換裝可以買。